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同大家傾偈。講到5月15號禮拜五個金市，真係慘烈到無倫，全日波幅大到嚇死人，日間最高去到成4665美元。點知之後好似跳流金瀑布式插水，盤中最多暴跌超過110美元，最低一度踩到去4500美元邊緣，最終收盤報4539.06美元，同前一日相比，足足跌咗100.65美元，單日跌幅高達2.16%。真係見到都心驚肉跳，點解會跌得咁狂？背後啲新聞消息真係一鑊泡，中東嗰邊打到火起，霍爾木茲海峽直情閂埋，引發全球能源危機，油價狂飆。本來諗住油價升，黃金會跟住避險，點知適得其反，市場反而更驚全球通脹全面失控。加埋北京個特集會雖然開緊，但中國對緩和中東局勢冇乜實質幫助，避險情緒當堂泄晒氣。最致命嘅係美國份零售數據又出奇地強勁，搞到市場對聯儲局2026年減息嘅美望完全碎晒。你睇美債收益率集體狂飆，10年期債息直逼4.6%，美金指數又創3月以來最強單周表現，黃金無息收，吸引力當堂大減，結果引發大批投機資金喺夏天前恐慌性瘋狂拋售。最後提提你，內容僅供參考，入市盈虧自負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，聽朝見。